紐約上空驚現神秘發光體追逐戰，美國政府竟然罕有回應。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泡泡，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今次要講嘅係發生喺紐約皇后區嘅一件怪事。喺2026年3月8號嘅夜晚，有一位叫查理嘅網民喺屋企門口見到天上面出現咗3粒好光嘅圓點。呢啲嘅圓點並唔係普通咁閃過，而係好似喺度互相追逐咁樣，仲一度排成咗一個好詭異嘅三角形。查理本身係有玩開無人機嘅玩家，佢發現呢啲嘅光點完全冇無人機應該有嘅紅綠閃燈，而且飛行嘅動作非常之唔規律。呢段只有18秒嘅影片喺社交平台上瘋傳之後，甚至連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都出面回應，表示佢哋會記錄所有機師報告嘅不明飛行現象，並且會將相關資料交俾專門研究跨領域異常現象嘅部門。根據泡泡嘅調查，紐約上空出現不明飛行物體其實唔係偶然發生，單係喺2025年嘅上半年，紐約就已經有超過60次類似嘅目擊記錄。最令人震驚嘅係喺2024年，曾經有一架民航客機喺大西洋上空差啲撞到一個圓柱形嘅神秘物體，搞到五角大樓嘅相關部門要發表聲明嚟安撫公眾。雖然官方一直強調目前仲未有證據證明呢個啲嘅現象同外星科技有關，但係目擊次數嘅頻密程度同埋政府部門嘅謹慎態度，都令到成件事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泡泡認為呢件事可以先從科學嘅角度去分析。考慮到事發地點附近就有一個大型機場，呢啲嘅光點好大機會係飛機燈光喺大氣層中產生嘅折射，或者係某種未公開嘅軍用小型無人機正在進行低空測試。不過，如果我哋仔細觀察影片中呢啲嘅物體瞬間移動同急轉彎嘅方式，現時人類嘅航空工程學係好難解釋呢種完全無視慣性嘅物理表現。所以泡泡覺得外星文明嘅假設依然有佢嘅說服力，因為呢啲嘅光點表現出嚟嘅動力系統，好可能係嚟自一種類似反重力嘅地外科技，而佢哋選喺人口稠密嘅紐約出現，背後可能隱藏住某種監察地球嘅目的。唔知各位觀眾對呢3粒光點有啲乜嘢睇法？請大家喺留言話俾我知。今集就講到呢一度，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